后来乡亲啊，后礼拜日4月19，有线电视台52台都会当看到华视新闻资讯台。文化部长李永德讲，未来这个52台是顺的，商业的电视台，文化部未补助。NCC 通过同意华视新闻资讯台入主第52台，文化部长李永德伫立法院教育甲文化委员会备询的时，对华视积极的态度真肯定。华视愿意到52台积极争取，这种态度我是肯定的因为52台它是必须要接受更多民众的检验，而且接受市场的检验，所以有这种 guts， 有这种勇气。部长，谢谢哦。中嘉所谓机校有12间系统加3间独立的系统，为今仔日开始走马灯5天。估计为19开始，差不多有124万5千户，就使伫52台看到华视新闻资讯台。是讲华视为2006年起，当年就了钱，外界质疑讲文化部敢会甲补助。52台的问题，华视的规划是纯商业电视台属于商业的机制了所以如果纯商业机制的话，那么政府是没有任何的道理理由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来补助，不会特别针对因为华视要办这个新闻台而补助。这些都是属于如果有补助，应该都是属于公开，大家都有机会的，是一个竞争型的一个提案。未来52台的目标呢？你们在财务上怎么规划？我们预计3年内可以转亏为盈。文化部进行补助9千600万的自制节目，或是以自制协拍方式，将其中8千700万为这号5间制作公司，被质疑讲无公开招标，违反政府的采购法。像我们要投入我们华视的，帮我们制作人力，帮我们编审。像我们在金钟奖得奖的，就是华视的导播，并不是那个制作公司，这表示是华视自制协拍。所以8700万这个问题，对，没有用这个方式，我们在新的都用公开招标。调查之后呢，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说他们有违反规定。文化部嘛表示讲，因为华视即马要有民股，将民股全部买回进前，目前正进行资产重新评估的资料整理。